伊昨决定讲，一个人发6000块的现金，虽然民众普遍认为讲，到过年前发唔才有感觉，不过因为这牵涉的部费真济，所以讲今日行政院会后呢初步讨论规划，议员是伫过年了才发，伊要初步规划，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捌有这个劳工的补贴，囡仔这个防疫补贴金直接汇入口座这个经验，不过这摆规模无共款，敢会沿用安尼爱个讨论，是毋是伫实体这个 ATM， 也就是呢，这提款机器领，还是类似5倍券去邮局领，这嘛拢有可能。每年会换新钱、包红包，过年到容易用到钱。财政部敲定税收，行政院预计发6000块给大人，啊，这条钱当时才提到咧。立委们他们说明的，在行政作业上，年前要来发放，在时间上面是比较紧迫，应该是来不及的。所以院长才会讲说，期待在开春能够给大家一个祝福。过年剩无到1个月，但是照初步规划3月才来发，敢会伤过慢？过年前他们比较想买新的东西，才会有购买的动力，才可以去促进商家的经济。可以，我过年前发会比较好，因为毕竟过年是一个出游场。因为过年的话，买一些东西呀，然后可能衣服啊、鞋子，就是直接拿到手，直接花掉，会感觉比较有感。新年到地买新衫，装塔甲水当当，民众拢感觉过年前发钱真欢喜。不过6000块免怎领，大家嘛拢真关心，因为过去疫情期间冇劳工补贴、囡仔防疫补贴金，直接汇入去口座内底经验。不过这摆规模无啥共款，是 ATM 提款机领钱，或者是亲像5倍礼券去邮局领的，大家看。能够直接汇入账户是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那正在规划从过去的部分发放现金的经验，怎么样扩及到全民的发放现金。那挂着人士、挂着太太，敢会当领到行政院安尼回答？不分老小所以他没有用排付，只要是我们的国民都可以发放。至于外籍人士的部分也会纳入我们现在讨论那这个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6000块安怎发，会当安怎用，变数也阁真大。不过行政院讲，加收1号，中加收1号，确定大人逐个月加领750和500块。预计过年前，得回去你的口座内底，上少60万人会领到这条钱。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